大家好，歡迎嚟到窩連 Magazine。今日係2025年嘅4月26號啊，呢條係第一條片嚟嘅。咁今日想同大家講翻啲零售啊，同埋咧，依家大家咧好多啊排隊咧咁樣發盈警喎。哇，嗰個發盈警嘅幅度咧，直情係咧史詩式啊！講緊莎莎咧個盈警啊，講緊啊會個盈利啊急跌60%喎，唔係6成啊，係6.3%至到6.8%啊最多。咁啊，甚至乎咧佢哋計劃咧關閉所有大陸嘅門店添㗎。點解會咁呢？其實佢哋受到多重嘅打擊㗎。咁啊，另外一邊廂咧，譚仔又發盈警喎。咁啊，盈利咧再大跌多30%啊。咁啊，呢兩間咧，其實咧之前已經係跌咗數㗎啦。咁啊，跌咗數落嚟咧，冇穩定落嚟喎。冇話跌咗落嚟之後就喺呢個低位喎，係仲要再咁樣跌喎。乜嘢市道咧？咁災難式跌緊啊6%、7%咁樣，非常之誇張啊！不如咁，我哋去片咧睇下咩事啦。喺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免費訂閱我頻道 ，subscribe 我 channel，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埋俾你朋友啊！如果可以嘅話咧，免費 join 埋我 Patreon 作為後備。行有餘力嘅話咧，可以喺 Patreon 嗰度咧每個月請我飲咖啡嘅噃。另外咧，我有一個最高級別嘅會員，咁啊有額外嘅內容啊，敏感嘅議題同埋一啲付費嘅內容俾大家嘅。多謝大家。咁啊 credit 翻今集嘅媒體啦，咁啊呢個莎莎嘅新聞咧係引述咗信報啦，同埋咧香港電台嘅，亦都咧有引述 IK 寶嘅，都睇咗 IK 寶，咁啊綜合咗報道俾大家聽嘅。咁啊嗱，莎莎國際咧就發盈警啦，咁啊00178咧就預計啊，截至今年3月底咧，嗰個年度啊屬於公司擁有人嘅盈利咧，介乎7000萬至到8000萬喎。咁同上年咧同期嘅盈利咧2.19億元咧，按年咧大跌63.47% 至到68.04%啊，近70%喎。盈利減少嘅原因咧，最主要係因為咧集團嘅營業額咧按年下跌10% 至11% 嘅。嗱，其實咧你而家見到啊，跌成差唔多6.3%至6.8%咁誇張喎。嗱，其中咧集團嘅核心業務啊、核心嘅市場啊，係港澳地區嘅喎。咁啊，預計咧會按年下跌11至12% 嘅。而呢個集團咧，莎莎呢個啦，咁啊嗰個營業額咧，其實依家講緊核心地區咧，佔咗佢成個集團嘅76% 嘅喎。咁啊，港澳市場嘅跌幅咧，主要係由於咧香港嘅居民咧持續北上咧，同埋外遊嘅，同埋咧港澳地區咧中國內地嘅遊客嘅旅遊方式改變咗啦。咁啊，偏好嘅體驗啊，即係講緊咧，即係無處不旅遊打卡啊、窮遊啊、零元遊等等啦。即係咧，佢哋叫做咧體驗式嘅旅遊，而非咧以購物為主嘅。加上咧美元嗰個持強勢啦，咁啊令到遊客咧喺港澳地區嘅消費係減少喎。其實莎莎咧喺呢度冇講啊，其實一大批中產咧，幾十萬嘅中產咧移民走咗啊。咁嗱，其實咧中產移民走咗咧，個問題喺邊度咧？佢哋本身咧都係消費力冇咗啦，唔止係咁啊。咁咧好老實講咧，你朋友圈又好，親友圈又好啦。咁你啲 friend 走咗，大家出街聚會嘅機會咪少咗咯？咁啊少用咗咧莎莎嗰啲化妝品又好啊，諸如此類啦，即係少咗出街咧，少咗用佢啲嘢啦，護膚化妝乜都好啦，係嘛？即係其實佢係即係唔係淨係咧香港人北上，同埋唔係淨係咧大陸人嚟呢度買。多重打擊啊，加埋晒一齊啊，所以你咪見到咧史詩式嘅下跌啊，講緊咧接近70%嘅嗰個盈利嘅下跌喎，其實都幾誇張啊！嗱，中國內地市場方面咧，由於線上嘅服務咧變咗係主要嘅零售渠道噶，咁啊該地區嘅銷售額咧就佔咗成80% 噶啦，即係 online 佔80%啊，好少 online 噶啦。集團咧集中資源啊發展咧 online 嘅服務啊，並且咧就計劃將咧有序地咧。就將全部線下嘅所有18間店鋪咧執晒佢噶啦，咁啊改咗咧用一個供貨商嘅形式去進行噶，唔自己營運噶啦呢啲店。咁啊向中國內地嘅合作方咧提供莎莎指定嘅品牌嗰個產品嘅，繼續服務中國內地嗰個地區嘅顧客啦。咁啊莎莎相信啦，咁啊呢個輕資產嘅模式轉變咧，咁啊有助咧減低嗰個營運成本啊，都係噶啦，大家都係要 cut cost 噶啦，盡量減得就減縮得就縮，保本啊嘛。嗱，佢係希望咁樣提升咧經濟效益，預計咧2025年至到2026年期間財政年度期間啦，咁啊可以覆蓋內地超過咧20間咧美妝嘅線下鋪噶，咁啊因此咧今個年度嘅財政年度咧產生咗咧一次性嘅呢個叫做關店嘅撥備2000萬至3000萬左右啦。
咁啊，如果唔包括中國內地嗰個線下嘅一次性撥備咧，今個財政年度咧下半年嗰個叫做除稅後嘅盈利咧係6800萬咧，至到咧7800萬嘅喎。咁啊，當然啦，你要減翻頭先嗰個撥備咧2000萬至3000萬咧，咁啊又少咗差唔多接近一半噶啦嚇。嗱，較上半年3200萬咧都有增加3600萬至到4600萬嘅。咁啊，其實咧啲網民講啊，竟然仲有錢賺喎！竟然仲有錢賺先係新聞，咁先誇張啊！而家大家咧習慣咗係嘛，嗰個盈利咧跌6成7成咧都處之泰然，冇乜嘢係嘛即係依家咧反為咧仲有錢賺咧先至係新聞啦。莎莎公布咧喺截至3月底嘅第4個季度啊，整體個營業額咧係9.66億元嘅，咁啊按年下跌7.2%嘅。線下嘅銷售咧錄得咧8.27億，線上嘅銷售咧都下跌21%喎。你唔好以為咧就線下跌就去晒線上咧，線上都跌啊，都跌咗2成1啊。不過冇咁誇張啦，係嘛？即係整體個盈利嗰個，咁佢嗰個係銷售啫，銷售係嗰個大數啫，係嘛？咁啊盈利係另一件事啊。即係咧盈利跌咁多咧，即係話咧其實佢賺錢能力越低，即係得個造字啊，即係賣咁多個數大，但係咧因為咧點啊內卷啊同大陸鬥啊嘛，咁啊根本上咧你有銷售，你有生意做，但係調翻轉冇乜錢賺，越嚟越難做啊！內卷式競爭咯，可能係咁啦。嗱，依家咧線上銷售咧，佢都跌到去1.39億嘅。咁啊，主要因為咧中國內地嘅經濟疲弱啦。嗱，唔止係內卷喎，因為內卷咧成個餅，大家個餅咧都細咗，因為大家咧經濟疲弱，大家都唔消費啊嘛，唔消費仲要再鬥價錢，其實咧嗰件事係好難做噶。咁啊，呢種內卷咧捲到嚟香港，加上大陸客咧即係嗰個消費疲弱嚟香港都唔消費係嘛，即係嗰個模式轉變咗。咁香港咧同澳門嘅營業額咧就係講緊係7.72億元嘅，按年咧下跌3.6%，又唔算好多，但係你要記住舊年係災難式噶啦，2024年大家都知係一個好困難嘅一年啊，都跌咗好多噶啦。咁啊，依家咧照計咧應該升翻少少回彈，一啲啲都好啊，係咪啊？咁啊，而回彈都叫做咧係慘噶啦，因為舊年跌，而今年咧仲要再跌落去添。嗱，中國內地嘅營業額咧係講緊咧8930萬元嘅，按年咧哇，中國內地仲癲啊，跌幾多啊？跌40.5%。咁我哋成日講咧，香港呢樣嗰樣咧，嗰啲消息都唔係咁好係嘛？大家都好即係都唔知點算，真係好誇張。但係咧，大陸仲癲啊！大陸跌4成喎，你諗下幾誇張？營業額添嘅喎。嗱，香港營業額咧講緊咧跌10%、11%咧，嗰個盈利已經大跌成6成幾、7成噶啦。咁啊，大陸咧連營業額都跌到咁勁添。咁啊好啦，講完莎莎啦，不如咧講下譚仔啊。譚仔國際啊，咁啊根據信報嘅報導啦，咁啊其實02217咁啊預期啊，截至到3月底咧，全年嘅股東應佔溢利咧按年減少30至到35% 嘅。咁啊，該公司咧上個年度盈利咧係1.19億元嘅，都有錢賺啊！竟然係嘛？嗱，譚仔國際指出咧，盈利下跌咧，最主要因為咧香港嘅經濟仍然係疲弱。記住啊，譚仔嗰啲已經唔係豪餐啊、高級餐廳啊，大佬都係已經係降級消費啊，降得唔夠低級咯。咁啊，港人北上消費熱潮啦，有增無減啦，都係嗰句啦，係嘛？嗱，公司咧面臨重重挑戰啦。咁啊，隨住咧新嘅外送平台咧加入戰團，公司咧加大折扣嘅力度。冇辦法㗎，你 Kita 嗰啲咧打走咗 Deliveroo 內捲咗入嚟咧，佢捆綁你啊，夾爆你咧，要你都要打折，要你都要平嘛。其實從咧大陸咧一樣嘅，京東啊、淘寶啊、天貓嗰啲咧，佢都係咧夾住咧雙11咧。其實啲商戶咧，佢睇住啊，你賺幾多，佢睇住你嚟揼㗎。其實都唔係過癮㗎。我想話俾大家聽啊。嗱，加上咧佢話第三方咧外送平台所產生嘅佣金、手續費咧持續增加，嚴重影響咧報告期間個盈利能力啊。嗱，所以話咧唔係淨係北上嘅，係多重打擊，好多嘢咧多多少少啊，都係同大陸咧內卷捲過嚟香港有關嘅。喂，依家呢個內卷捲到去新加坡啦，我都準備咧另外拍一條片講咧內卷捲到去新加坡啊！哇，即係人哋會唔會反彈定係點咧？但係唔好理佢啦，起碼咧
俾大家知道先啦，係嘛？嗱，譚仔國際指出啦，礙於咧消費氣氛低迷啊，同埋咧競爭加劇啦，咁啊公司咧喺中國內地同埋新加坡市場咧，同樣咧面對重大嘅挑戰㗎，當地嗰個盈利能力同埋收入咧都係咧大幅下降㗎。咁啊，為咗應對咧持續嘅經營挑戰咧，公司係作出咧策略部署，咁啊縮減新加坡咧同埋中國內地嘅呢啲分區嘅辦事處同埋餐廳網絡。其實咧大陸其實執好多餐廳喎，你哋知唔知啊？哇！我見到好似咪執幾多啊？執300萬間餐廳定咩？我有冇聽錯咧嚇？咁啊要睇翻啊，再 update 大家。好誇張啊！即係執笠嘅情況都好難做，大家都係勒實肚皮啊！話而家有貿易戰又成啊！依家好似話咧，習近平打電話俾阿 Trump 喎，唔知阿 Trump 有冇講大話咧？咁啊好咯，唔好淨係靠面子啊嘛，你要顧下啲人嘅人民啊嘛，係嘛？咁啊係好事嚟嘅，咁啊我可以鼓勵佢啦。如果真係有打電話嘅話，咁啊但係咧，喂呢個 Trump 都唔容易處理嘅喎，係咪咁容易啊？嗱，依家咧講話打關稅，其實實質係貿易禁運。咁啊啲人咧禁運，中國係好龐大製造業，咁啊大鑊啦。咁所以咧呢啲零售咧，你去做埋大陸咧就斬死嘅啫，仲加埋內卷添。嗱，佢話咧咁啊，想咧就要關閉啦，縮減呢規模啦，保留咧嗰個財政實力啊，而且將資源咧重新分配至咧潛力較高嘅市場，會產生一次過嘅結業性嘅開支，導致海外業務嘅虧損咧擴大啦。嗱，我想特別講一講咧，今年2月咧，譚仔應該都係嘛？即係唔玩喎，想私有化喎。咁啊，講緊咧2月份嘅一個宣佈嚟嘅，當時停牌添。咁啊，股東咧當時嘅計劃咧就係希望咧就用1個5毫8咁啊港元啦，咁啊就收購。咁啊日價有75%嘅。咁啊，但係咧呢個譚仔啊，即係講緊即係2月份嘅時候，依家我冇睇最新啊。其實咧都嗰個股價咧由上市大跌70%。其實咧再喺香港上市都冇乜用，香港嘅股票市場咧。主要都淨係大陸嗰啲公司喺呢度擺，跟住咧就集資，搞嚟搞去，又托市又不水，又搞嚟搞去，搞嚟搞去，同啲經濟都好似冇乜關係。反為你呢啲咧正式喺香港嗰啲公司喺香港上市咧，其實都係嘥氣嘅，有少少我覺得。咁啊，今日因為即係斷纜啊，同經濟，香港無論點咧，總之咧總之大陸嗰啲擺過嚟，或者北水來來去去咁樣咧，冇乜意思嚇。咁啊，大概係咁啦。嗱，今集內容差唔多啦，大家有咩諗法咧？咁啊，其實咧，零售都係好難搞。我諗住今年咧唔會再跌得咁誇張，不過咧，即係事與願違啦。咁啊，睇下4、5月啦，因為咧，始終由舊年3月一路跌落嚟啲零售。咁啊，喂，你講真，舉個例，舊年跌咗30幾啦，今年已經係咪跌定咗？即係已經少咗30嚟到計數喎。咁你如果今年再跌，其實真係好嚴重嘅喎，咁樣跌法唔係辦法嘅喎。咁就差唔多啦，大家有咩睇法喺下底留言啦。大家都聽到嚟呢度啦，希望大家 like 埋呢條片啦 ，share 埋俾朋友，記得未 subscribe 嘅要 subscribe 埋啊，可以嘅話 join 埋我 Patreon啦。多謝收看，拜拜。